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新闻一开始，咱今来关心轻型风台黄蜂伊的走向。今日透早，黄蜂行到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伊离咱台湾上近的时阵，会出现伫咧等下要我到的时。不过因为伊的强度直直减少，即阵伊的威力会使讲无遐大。今日透早8:30，气象局已经宣布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咱今来看气象局上最新的说明。今年第1号轻度台风黄蜂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也于早上8点30分解除了黄蜂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不过今天仍然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最接近的一天，提醒东南部、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的朋友仍然要留意它的影响。我们从图上来看。在减弱前的台风于今天的凌晨已经进入了巴士海峡的范围，而预计未来它会持续朝东北方移动。目前它是位在恒春的南方大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朝东北方，在今天通过巴士海峡以及台湾的东南部海面。虽然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了，气象局仍然持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要提醒巴士海峡跟东南部海面以及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和西南部沿海，在今天仍然是会有比较大的风浪。此外，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哦，从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在兰屿绿岛以及东北部的沿海，可能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提醒兰屿绿岛及东北部沿海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而在天气方面，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一下。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热带性低气压因为距离台湾是比较近的，因此在东半部的海面上可以看到还是有明显的对流发展，而且也有一些对流云系是逐渐朝着台湾东南部、东部的近海在靠近。因此，今天在整个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下，我们预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今天是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尤其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而西半部地区在今天的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预期西半部今天的最高温可以来到33、34度，尤其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跟河谷地区，今天依然有机会出现36、37度的高温。因此，我们提醒西半部的朋友，今天还是要多多的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山区仍然是容易会有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我们预期今天的午后热对流，虽然整个发展的强度可能不像昨天这么剧烈。但受到黄蜂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东半部也有南部地区有一寡所在会落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咱来看上新的分图。轻型风台黄蜂即阵伊的威力会使讲有变细啊！今日透早8:30分，咱台湾已经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不过，伫咧台东也有恒春，会有一寡所在上大雨，过头过会继续落雨，或者是讲会来即种雷公雨。但伫咧西半部天气会变较烧热，南部有机会热到37度。伫后礼拜2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也会变较无稳定。拍算这波黄霜啊雨的风面会直直影响咱到后礼拜6。虽然讲咱即阵已经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不过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即卖海上比较较无稳定。台东富公渔港来回南势的客轮准邦，即阵先取消。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17台东富公渔港往返南水客轮全工取消。礼拜2下晡3点，南苏到后壁河航班也取消，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加中岛过后对流发展旺盛影响，新北市的瑞丰下晡出现大雷雨。瑞丰往九份的车路因为大雨致使土水冲到100控制管道顶悬，上山下山的道路也部分积水，暗过通报过后已经处理。现在栅栏前面就管制了，请你们上去喽。另外，伫恒春半岛沿花山坡野插红旗，禁止游客耍水。扫兴啊，当然啊，好不容易有人了，对不对？在这边闲那么久了，疫情个呢，差不多啊，风台来了没人啊。没关系啊，就回饭店。今天还是要住垦丁的啊。对。
游客只好收物件，准备登去饭店耍水。因为疫情转好，昆金饭店业者普遍拢有7成的订房率。这几天订房率比以往都比较高一些，那今天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客人都没有取消。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一个有影使人真唔甘的消息，那是《鲁冰花含毒瘤》3部曲的创作者曾兆正。伊一生拢伫咧用文笔描写台湾的历史甲台湾的景致，是咱台湾重要的文学家，也是客家文学的前辈。不过，伫咧5月16暗时，伊伫咧困眠中过身，享年96岁。曾兆正奉献规世人，拢伫咧要以台湾这片土地的发展，伊的精神有影值得咱钦佩。去互合作台湾文学之母的作家张兆正，16暗时7点外伫咧桃园龙潭厝林过身，食到96岁。到了傍晚，我喂他几口，他没什么胃口，就让他睡，睡着我就突然发现他外面没有声音了，我就过去看，量他脉搏就没有，我也不太敢相信太突然了。张兆正一世人是真拍拼咧写作，累积超过2000万字的文学创作，包括真有名的作品《鲁冰花》，甲1961年的《毒瘤》3部曲，也有1964年的《台湾人》3部曲，捌得到国家文艺奖、行政院文化奖、53年文艺奖甲台湾文学奖等等，而且真积极伫咧推动台湾文学甲客家文化传承的工作。台山县孕育了很多的人才，未来我希望作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张兆正过身，大家拢感觉真唔甘。桃园市长郑文灿捌讲过，伊的一生都是一部台湾文学史，呈现台湾人伫咧历史当中的困境甲韧性，嘛是台湾小说的先锋。总统蔡英文嘛伫咧人面册表示真艰苦的心情。虽然伊离开啊，毋过伊替台湾奉献的精神一直拢存在，嘛会记得伊的叮咛，继续为台湾文化甲客家的文化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共款无人确诊，这也是咱台湾小煞9天拢无出现新的确诊个案，有影是好消息。指挥官陈时中特别率领防疫团队去台北的宁夏夜市啊食卤肉饭，鼓励民众继续保持现状，把防护的工作做好，一步一步转来到正常的生活。但因为疫情即阵有较厉啊，指挥中心讲，针对入境台湾第一期的商务人士，原本就要检疫14天，即阵会缩短一半，检疫5到7天就可以。赵安祥就跟我讲说，9令来了啦。我说我9令来了，有这么大咖的来哦，这真的是很好。然后没有，是9个0啦。例行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趣味开场，国内拜六继续维持零确诊好消息，连续9天无出现新病例。为了让疫务搁动起来，指挥中心当天起放松商务人士入境检疫规定，针对第期商务入境，规划缩短检疫5到17天。采用到第5天才验，那时候病毒量比较容易被验出来嘛。然后可能会放行2或3天，这大家还在，所以我们还在讨论说要放2天还是3。那这2、3天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密集的自主健康管理，能够确实掌握他接触的人跟他的情况。指挥中心认为，目前观察武汉肺炎大多数伫发病前2天有症状，所以调检疫5天后采检方向恢复。要过如何定义第期商务入境，要由经济部提案建议。登记入境者有缘需要维持14天伫厝检疫，除了警务活动将放松，但是中也鼓励民众回归正常生活。中岛防疫团队到面点仔食卤肉饭，重新习惯防疫新生活。像这样的一个相对这种小吃店，那里面来的可能都是各个都不认识的，然后都是大部分都不特定对象，那把它隔开来，大家就觉得轻伤的是啊了哈。疫情累落来，正是国际学校毕业季。指挥中心表示，若讲会当落实手的清洁、社交距离、闭闭空间挂嘴暗、加游览车坐人数减半等防疫细节，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也是会当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伫咧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已经超过460万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万。咱这回来看上新的统计。
即阵伫咧中国病例有超过82000多例，台湾昨无增加的确诊个案，即阵维持伫咧440例。香港有1052例，日本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伫咧俄罗斯超过27万，美国已经超过150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7万，意大利超过22万4000例，英国超过24万例，但伫咧德国即阵超过17万5000例。过来关心 WHA 世界卫生大会，过2天随着要召开啊，随着要展开。不过台湾即阵也是无收到邀请批，最近有未少国家是拢替咱赞声。不过这是互中国真不满。外交部是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卖武政治操作，咱台湾会拼势争取到底。WHA 18就要以视讯方式召开，近来美国行政甲立法单位几摆公开呼吁台湾应该爱受邀请，有望甲超过600位政要，佮较联合地函予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验过各国支持台湾参与 WHA 行动，引起中国不满。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布，中国要求各国联合发出警告批，爱谭德赛遵守一中原则，袂当邀请，也爱阻止相关国家伫会议中提出台湾参与的问题。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够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并且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来负责。台湾我们有独立、健全、先进的医卫体系，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完整跟及时的参与 WHO， 但是我们仍然有效以及成功的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这是台湾人民跟台湾的政府所共同努力的成果。跟中国完全无关。台湾目前还未受邀请，也毋过政府表示会拍拼到最后一刻。中国毋但主动台湾参与，也甲美国就病毒起源几摆交手。对于美国及中国早伫1月7日的消费引起武汉肺炎病毒样本，中国国家卫健委虽然批评这是断章取义，也毋过也相信确实有消费病毒进行管理。主要目的大家都明白，就是为了防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风险，防范不明原因病原的对造成的次生灾害。中国疫情也在继续，尤其吉林省苏南市爆发团体疫情已经封城，严闭管控。市委书记李平辉15暗也因为防控不力方便急。免去原舒兰市委书记李鹏飞的职务，由吉林市副市长张敬辉兼任舒兰市委书记。中国政协人大2会2122就要登场，疫情却充满变数。中国人大宣布，这摆2会考虑缩短会期，相关采访活动将精简，采视讯方式进行，也只邀请部分伫北京的记者采访，无邀请境外记者临时前往北京采访。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先来看《苹果日报》。美国空军表示，一台编号 F-22号做猛禽的战斗机，在咧佛罗里达州进行训练的时阵，转规个摔落来，加载无造成任何人受伤。军方表示，失事的原因，即阵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到4月底以来，小刷出现保育类细只的杀人海鸥，规定伫咧大海默默游，怎找无路？结果即阵有11只，分别伫咧家己甲高雄的海波跨沙死去。另外，也有5只靠家己的力量游登去大海。保育团队是呼吁爱建整合资源，建立救援的标准作业流程，通好救遮的小生命。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表示，咱台湾翠暗一天上大的产量已经会使出产2000万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未来翠暗会由全部定用改做是固定数量来定用，剩落来的这产量会全部开放给业者销去国外。再来，咱来关心拜3，就是5日控总统就职的日子。总统府前日暝出现有骇客入侵总统府的电脑系统，伪造4月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幕僚所传的这资料，这个假乌函去互媒体。根据了解，即阵已经掌握骇客的源头，但骇客的攻击可能会一路一直到6月7日罢免韩国瑜的行动了后，才会停困。15暗时，总统府电脑传出被骇客入侵的事件，部分记者暗时收到总统府寄出来2封总统4月甲院长苏贞昌会面的资料，内容也佫经过处理变质。
总统府赶紧发出声明澄清，想未到10日一早，这小号国家出新的邮件，不过是将散发文件小号标示危险小号。根据了解，各项相关单位已经掌握海客来源，对方目的研判就是散布假消息，来打乱受害人的认知。高度的可以怀疑说，这样子的一个治安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骇客攻击，而是包含了非常恶意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作，甚至也令人怀疑到是520我们在总统就职之前，可能是有一些在对台湾的社会或者民心、对政府不信任上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总统府已经启动调查，清查加强各部会甲首长治安防护工作。专家提醒，除了唔通黑白点来路不明的批以外，平常时要加强防毒软体更新。治安人士佫指出，骇客有计划性先骇入互放无聊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脑，摕到内部文件，佫修改文件内容，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台湾是第一摆看到这种手法。国安相关单位一定要赶快的来做彻底的清查，并且了解到底有多少资料被外流，以及到底是从什么管道外流。国安单位研判，骇客不止在5日空进前会密集发动攻势，而且可能也会一直进行到6月7日，把函投票了后2-3天为止。蔡政府高度重视国安单位也甲检调单位积极对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因为咱台湾的疫情有较累，台南市是走大声，核准互舞厅会使恢复营业，转来做生理。市长黄伟哲表示，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解禁的原则，台南市会阁要求业者得爱签切结书。即阵已经有一间舞厅申请，也已经通过审核啊。昨这间舞厅已经正式开工。来到舞厅入口，门口打出防疫广告，提醒需要徛名登记，并且遵守防疫规则。这是台南市第一间申请恢复营业的舞厅。正伫室内舞池封闭，对面桌椅啊，桌顶放透明的架板，这位是采取梅花座。台南市长黄伟哲顶日前往了解舞厅防疫措施，经发局15开出6都第一张稳准舞厅复业的公文。虽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有规定，我们也没有说，就是说市长一个命令说大家可以开始营业就开始营业，还是要经过经发局的一家一家的查核。我们是一家一家的查核，一家一家的准许，所以有来送件查核的，我们就去查核，查核通过就准许他们。对舞厅解禁，黄伟哲强调，市府将一间一间看，经过讨论了后决定，过程无时间表。除了要求业者签切结书，若违反防疫规范，业者需要受罚，并且歇业1礼拜。面对舞厅敢是解禁，汤市长郑文灿表示，酒店甲舞厅无达到防疫标准，只要会当达标，全国当坐，汤圆也会实施。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包括戴口罩、实名制，以及社交距离1.5公尺。目前酒店以及舞厅确实还没有到达标准，所以目前还不能解封。为了要确保社交距离，让我们的疫情能够确保安全，绝对是要等疫情几乎非常能够肯定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下这个解封令。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应。新北市的舞厅也是8大行业解禁，绝对排伫最后阶段，因为这款场所真歹保持社交距离。传出台北市考虑伫5月258大解禁，侯友宜表示，对别人安怎做，伊拢尊重。也毋过新北市爱等到疫情会当讲稳定才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地园放上头来看地园在地消息。伫咧桃园大园有160多年历史的福海宫，去创立伫咧航空城计划第3跑道预定地定修的范围内。这刷庙的证据是几万年，去年跋杯庙方决议讲要来刷庙，不过阁因为管理委员会决议要撤销这项历史建物的提报，怎阁引发争议。庙宇建筑真有气势，雕刻精美，有160多年历史的大园福海宫，因为航空城计划伫第3跑道征收范围，迁庙争议几啊年。去年跋杯决议要搬迁，即马阁因为管委会决议撤销历史建筑提报，阁起争议。最后那个一殿，那是全台湾唯一一开始把那个这个叫脊梁上面呢，一般都只有双龙抢珠，它是9龙抢珠。所以这个9龙翻墙是很特殊的。
后海宫培练桥过金会仪式被登录为桃园市无形文化资产。2017年庙方高申请提报历史景就通过，当时挨着航空城计划还未审议通过，决议等通过了后才公告。反对者质疑搬迁案无完整评估计划，拆迁补偿，即马搁要撤销历史建筑提报，坚持原庙搬离，无同意拆除另外国去。现在没有公文给我们，都没有。还没有公文给，但是新的地方有说在哪里？我有去看过一次了。长青有讲的吗？都还没。主委强调，交通部提出位置大园海军基地新地址，也有去现场会勘。若讲庙体被列为历史建筑，搬迁上需要搁较侪程序，撤销提报，搬迁较单性。文化局表示，后海宫监视历史建筑，也咧界定阶段。会勘了后，以文化资产程序提上审议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受疫情的影响，计程车司机这生理是讲无偌好做。台中有计程车的运将伫咧市区表演跳舞的即个所在，有车伊就甲车直接停伫咧红线，抑个斑马线，这已经涉及违规。台中市文化局表示，会根据民众翕落来这画面来解发。计程车直接停伫红线的等角，驾驶伫街头跳舞，为着起木工，甚至徛伫车顶，还佫伫眼睛挂上的耍球，所在就伫台中市区的草悟道附近摆摊的业者，对着伊是无车分。希望游客可以打赏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就觉得很突然。家长跟小朋友在这个十字路口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要把小朋友顾好，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民众25号暗时看到计程车的驾驶伫街头表演，不过车就停伫道路的瓦角，不管这是道路，以及互民众通行的斑马线，警方嘛接到民众报案，到现场车嘛已经开走，不管是涉及到违规。那该部计程车是停在路口红线的部分那个这一部分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每个假日，台中草悟道内即满袂少的民众，一早起嘛袂少的摊商来遮来摆摊，除了位置拢爱伫规定范围内底，嘛爱留出人行通道。而就算讲想要伫街头表演，嘛爱经过街头艺人的考试出的证照，表演的所在嘛爱合法。第一个，他这里人走的人很多嘛，然后再来就是车子也很多，所以其实是造成危险。有很多的场地我们都公告。那么，如果说是合法的这个街头艺人场地，它要和管理单位来申请。文化局表示，台中市目前有2452组的街头艺人，公告表演场地有79处，需要登记有案的，才会进行表演甲打赏，嘛保障合法表演者的权益。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甲镜头转去意大利。伫咧意大利，即阵疫情会使讲有转好小可。意大利政府伫咧5月16通过法令，讲伫咧当地对6月初3开始开放交界，允准民众会使出入境。同一个时阵也解除民众下区行动行大即个禁令。若当地洗头门店、餐厅等等的营业场所，对5月18也会使豆豆开工。意大利总理孔蒂甲科学事务部长在会议参详了后，16正式发出政令，意大利会为6月初3开始正式恢复边境开放，允准民众出入境。同时间也解除华区耍鱼禁令，这是意大利生活回归正常的重要一步。另外，罗马当地餐厅、剃头毛店甲店家18开始也恢复营业。Sfide sono enormi, sono incommensurabili, sono soprattutto incerte, insomma il senso di incertezza domina sovrano su di noi. Comunque noi siamo abituati a lavorare, a rimboccarci le maniche, a fare il nostro lavoro come sempre abbiamo fatto, ad accogliere i nostri clienti al meglio. 意大利疫情为今年1月底爆发了后，强要失控，确诊了后的死亡率真高，佮被叫做欧洲版的武汉，也是全欧洲上早实施全国封城的国家。全国确诊总数超过22万，是全球第5，死亡人数超过31000人。不过疫情慢慢转好，当局伫封城超过2个月了后，5月初慢慢解除部分限制，开放公园甲部分学校上课。不过最近2天确诊的人数好亲像有相关的现象，要解封依然是有温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关心天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东南半部也有恒春半岛，就要注意有雷公雨。但伫咧西半部，天气会变较烧热，南部有机会会热到37度才悬。咱做伙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来看北部上低22度，上悬会来到34度。再来，咱来看中部上低25度，上悬有机会来到33度。南部上低26度，上悬35度。再来，伫咧东部上低24度，上悬31度。伫咧金马平湖上低25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我心飘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一条，啊第二条，戏第三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有人把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得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阁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大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放下西凉无人管，为心只有大讲一句。这是公司第一台，接落来请
收看咱的节目。